好名禅定，我理想为禅；内不乱为定，我欲局上内心即乱。我欲理想心即不乱，本性自静自定。只为见境思境即乱，欲见自境心不乱者，是真定也。外理想即禅，内不乱即定。外禅内定，是为禅定。菩萨戒经魂，我本源自性清净，以念念中自境本性清净，自修自行，自成佛道。清净自在如来地，日日心念一句偈，菩提自在如来地，一句偈发起充满。